子揚秘書鮑彤更加喺《紐約時報》發表一篇紀念六四26週年嘅文章，用咗大部分嘅篇幅否定咗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嘅改革開放。羅輝祥報導。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嘅秘書鮑彤喺《紐約時報》發表咗一篇紀念六四26週年嘅文章，用咗大部分嘅篇幅否定咗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嘅改革開放。鮑彤認為六四事件之後，80年代提出嘅改革開放就開始進入邪路。通過六四嘅武力鎮壓，鄧小平頒布咗劃分敵我界線嘅新準則。邊個要反對中共保衛嘅腐敗，邊一個就係黨同埋軍隊嘅死敵。去到92年，鄧小平南巡，提出要俾一部分人先富起嚟，咁到底邊個最有條件呢？鮑彤話：鄧小平並唔係細路仔，應該明白近水樓台先得月嘅道理。喺當時黨權壓倒一切嘅社會裏面，最有資格先富起嚟嘅就係有權有勢嘅精英，亦即係當時嘅官員。而喺經濟高速發展嘅背景之下，官員成為咗大股東，商家要賺錢就要向官員尋租，將 GDP 搞上去之後，又成為咗官員嘅政績。鮑彤認為將國有化為官有係鄧小平南巡之後標誌性嘅改革之一。但係如果冇咗六四坦克車嘅開路，呢一啲事係無法想像㗎。而對於現屆領導人大力反貪，鮑彤認為唔能夠治本，亦都未必可以治標，因為到處都係老虎烏蠅。只要堅持鄧小平嘅道路，中國就唔會改變到腐敗嘅局面。對於有人盼望有中共領導人會主動承認六四鎮壓嘅非法性，鮑彤就話唔樂觀，因為佢仍然未睇到有任何相關嘅跡象。香港支聯會喺維園舉辦六四26週年